噴射飛航天王星號喺琴晚8點左右由香港開往澳門途中，喺距離澳門大約5海里嘅水域，同另一艘啱啱先開出嘅船相撞，船上133個人受傷，其中43個人傷勢較重，2個人當場昏迷不醒，傷者需要分流送往鏡湖同埋山頂醫院。意外發生期間曾經一度停航。李麗常報道。大批傷者分別送往山頂同鏡湖醫院。山頂醫院急診部緊急應變為災難傷患候診室，傷勢較嚴重嘅要用氧氣罩幫助呼吸。咁其中有傷者傷及頭部同盤骨，亦都有孕婦。衛生局局長徐國英等到場指揮救護工作。有受傷嘅搭客話：嗰班船本來係7點起航，但因為大霧關係，延遲到7點35分先至開出。當時船上載滿乘客，咁大概1個鐘之後，突然感到巨大嘅撞擊，唔少乘客成個人被拋起，有啲腳部被壓住，有2個人更加當場昏迷。船上嘅情況混亂，玻璃碎片散落一地。咁就有2個女人咧就暈咗，同埋一個男人咧就仆喺度跪喺度。咁樓上樓下啦，我諗超過20-30個傷者，但係上面都好犀利，有2個暈咗嘅，即正通都暈咗嘅。咁人點樣傷法呢啲人？有啲係夾住隻腳，有啲就手啊腳啊，有啲嘔血啊，樣傷都有，都係外傷咯。你有血喎，你可唔可以講下你？啊？船頭嘅右手邊就全部凹晒嘅，撞到全部凹晒啲。聽聞係漁船，但我撞咗之後咧就彈咗出嚟，我已經撞埋去嗰個前面嗰個前排噶嘛，咁前排嗰個欄嗰度咧已經全部扁晒爛晒。當時我都唔知道瞓着覺，一砰聲啊，我都話成個人撞咗，即個面真係腫咗啦。有啲好嚴重嘅傷勢，有啲好嚴重，要用擔架抬翻嚟。至少10架救護車到碼頭增援，部分可以自己行嘅輕傷傷者，由消防嘅小巴集體送往2間醫院。治安警、消防同海關高層分別到碼頭了解同指揮救援工作。港務局局長黃瑞文話：發生意外嘅航道並非本澳管轄嘅範圍。我哋淨係往我哋呢個外港航道裏邊做呢個管制，因為呢個外港航道係相對講比較窄嘅。咁呢段航道呢，我哋係做呢個管制，但係出事嘅航道呢，係已經出咗係我哋管制嘅航道範圍之內㗎啦。意外發生之後，有買咗船飛嘅乘客話，被通知停航，暫時冇船開往香港，但係無需要全面停航。出事嘅2艘噴射船拖回碼頭，其中1艘船頭撞毀嚴重。